世勋，医生，这卡里一共有30万，应该够手术费了，你先拿着。至于眼角膜，用我的。不行，你已经怀孕了，手术会有风险。没事的，医生，我不担心这些。若不是为了给我买生日礼物，他也不会去工地打工，更不会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。他现在就算是要我的命，我也愿意给。就是这个贱人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迷惑了石旭哥哥，让他不惜离家出走也要和我退婚。现在他要是再捐出眼角膜，石旭哥哥知道了，更不会娶我了。那就不让他知道，由你取代这份功劳。我？沈清溪，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。世勋，是你吗？我们分手吧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什么分手啊？我是傅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你一个孤儿，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更何况，你现在还瞎了眼。我和你在一起，简直是给傅家蒙羞。傅氏集团继承人。为什么我们在一起2年，你从来没有告诉我真相？为什么你还要去工地打工？为什么？当夫人当习惯了，装平民来逗逗你玩而已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，石旭，我现在还怀了我们。清溪，别再纠缠我了，你不配。傅世勋，干得不错，不愧是口技大师。我再给你加5万块钱，你模仿沈清溪的声音，再录一段音。不可能，琪琪她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去找她问清楚。你给我站住！瑶瑶她为了你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，你居然还想着沈清溪那个贱人，那个女人，她根本就不爱你，她把你丢在医院里面，自己早和野男人跑了。我根本不爱傅世勋，我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钱，但这个蠢货竟然为了我和傅家决裂，现在还变成了瞎子，这对我来说已经毫无价值了。这真的是清溪的身，沈清溪，我为了你付出一切，而你却背叛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念念小心。念念，那边有瓶子吗？妈妈，送给你，是一个漂亮的戒指呀。清溪，等我攒够了钱，就买那枚最漂亮的戒指，送给你。好。沈清溪，你还想那个渣男干什么？要不是为了救他，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，又变成瞎子，你和念念何至于沦落至此？妈妈，不哭，等念念长大了，买更漂亮的戒指给妈妈戴。念念乖，妈妈不哭。哎，2个臭要饭的，老子不是警告过你们，
这片垃圾场我包了，谁让你们过来捡垃圾了？啊！叔叔，我和妈妈已经1天没有吃饭了。关我什么事？滚！这个瓶子是我在别的地方捡的，不是你这儿的，你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妈妈，不准伤害妈妈！念念，小杂种！我求求你了，不要伤害你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不要伤害我！打死你！打死你个臭瞎子！还没找不透啊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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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臭瞎子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个臭瞎子！打死你！妈妈，你醒醒，妈妈，你醒醒，不要吓念念，妈妈。医生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是脑癌，现在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必须要尽快手术，费用差不多要80万。沈小姐，你赶紧凑钱吧。脑癌，医生，若是我不做手术的话，我还能撑多久啊？最多1个月。沈小姐，你女儿还小，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。1个月，我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。若是我死了，念念可怎么办啊？不行，我必须要把女儿赶回夫家。妈妈，我打了水给你喝。闪念念！若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也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你就是一个灾星扫把星，给我滚！给我滚出去！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爸爸是傅氏集团的总裁傅时旭，你现在回去找他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以后不要再跟我在一块儿了，听到了没有？念念不要爸爸，念念只要妈妈。我说了，我不要你了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随便找一个男人，我就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滚！你给我滚出去！给我滚出去！你怎么了？不是你干什么？我都说了我不要你了，你还做这些干什么？妈妈，念念没事，你在那儿别动，念念保护你。沈念念，我说了，我不需要你保护我，你给我起来，滚出去！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，我不想再看见你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妈妈，念念错了，念念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妈妈，念念会好好捡瓶子，给妈妈买好多好多好吃的。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，滚呐！妈妈，傅时旭，当初你不要我，嫌弃我，但念念是你的亲骨肉，你应该不会狠心不要她。希望你一定要好好待她。念念，念念，怎么了？妈妈不要我了，她让我滚出去找爸爸。别哭，你妈妈她也是有难处的。医生阿姨，求求你告诉我妈妈究竟怎么了？她不会不要我的，求求你告诉我。念念，你快起来！你不告诉我，我就不起来。念念，你妈妈她得了重病，手术费要80万，如果不手术，她就活不成了。她让你去找爸爸，肯定是想在临死前给你找个好归宿。妈妈得了重病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妈妈。你爸爸是傅氏集团的总裁傅时旭，你现在回去找他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医生
生而已。副市总裁是不是很有钱？是啊，非常有钱。咱们医院也是傅氏旗下的。念念，你怎么问这个？妈妈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把爸爸带回来。他那么有钱，一定能救你。石旭，今天是你和瑶瑶的订婚宴，你还不赶紧过去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，我是不会跟他订婚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6年了，你还在等着沈清溪那个女人。你别忘了，她当初嫌弃你是个拖累，跟着别的野男人跑了。6年前，瑶瑶为了救你，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。秦家到现在为止，都还一直拿着这份恩情在说事情。我已经把他的眼睛给治好了，并且赔偿了秦氏一大笔钱，他们到底还要怎么样？你的债是还完了，那你爸爸呢？这些年你爸爸心脏不好，我们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心脏源。秦瑶的妈妈说了，只要你和秦瑶结婚，她就一定会帮你爸爸找到合适的心脏源。哥，你女儿来找你了。大的房子，爸爸肯定有钱给妈妈治病。石旭哥哥，爸爸，爸爸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清溪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你妈妈是谁？爸爸，我叫沈念念，我妈妈叫沈清溪。沈清爸爸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闭嘴！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儿。当你跟你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沈清溪，你这个贱人，生了别人的野种，还敢来找我当结婚媳妇！坏爸爸，你不要我妈妈，你坏！走开！你没事吧？你坏！你不要我和妈妈了，你坏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哥，可是这孩子跟你长得很像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坏！你不要我和妈妈了！沈清溪这个贱人，当年怀孕了吗？这个小丫头不会真的是傅时旭的女儿吧？不行，还是得让妈帮忙做一个亲子鉴定才行。爸爸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妈妈！爸爸，求求你，救救我妈妈！小小年纪就会用苦肉计，真不愧是沈清溪的女儿。哥，那个孩子一直哭喊说救他妈妈，会不会真的有什么事情？爸爸，爸爸，你认我了吗？当初你妈妈背叛我，如果她死了，我只会开心。还有你，赶紧滚！再敢在这里闹事，我就把你扔到郊区森林里去喂狼。爸爸坏，念念自己捡瓶子给妈妈治病。
醒，念念，好疼，不行，得快点去医院。万一真的是哥哥的女儿呢？还是要做个鉴定才行。妈，她竟然真的是傅时旭的女儿，这……当年以为把她赶走就完事儿了，谁知道她竟然还怀了孩子。我为了傅时旭装下那么多年，绝不能被这个小野种给毁了。你急什么？妈，你有办法？沈清溪现在就在医院里，他得了脑癌，活不了太久。真的？这些年我一直以眼角膜的事情给傅时旭施压，可他始终不松口娶你。这次你们能够订婚，也是我跟傅家人说，我给傅时旭他爸找到了心脏的原因。可是你不是没有找到吗？你骗他们啊？但是傅叔叔马上就要回国了，谁说我骗他们了？我暗中给沈清溪做了匹配，他完全符合。真的？太好了！6年前就用他的眼角膜换取了一次机会，这一次就用他的心脏再换我一场富贵。哼！念念，你先在这儿待会儿，会有护士姐姐来给你打针。这里是医院，妈妈也在这里，我要在这里找妈妈。又要喊妈妈！我不是让你去找爸爸了吗？你还回来干什么？我都说了，我不要你了，走，赶紧给我走！妈妈，你别急，我去找爸爸了，他还扔了我呢。爸爸他对你好吗？爸爸对我可好了，他还亲我，还抱了我呢。念念，你告诉妈妈为什么哭啊？念念，你告诉妈妈你为什么哭啊？我哭是因为害怕妈妈离开我。念念，你记住了，从今以后你就跟爸爸在一起，永远都不要再来找我。要是让爸爸知道的话，他该生气了。赶紧走走。妈妈，你别生气，你生气会吐血的。谁？是医生吗？妈妈！念念，妈念念，念念，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念念怎么了？放开我，妈妈！你们把我念念怎么了？带走！放开我！念念，念念，你把我怎么了？放开我！念念，念念，要带妈妈去哪儿？我们要把你妈妈带去手术室，然后切开她的胸口，把她的心脏拿出来。把妈妈的心脏拿出来，妈妈就会死的。哦，对呀，我们就是让她死啊！坏人，你们别伤害别动！妈妈！死丫头，你竟敢咬我！不能让这丫头坏事，把她一起带到手术室去。时旭，心脏源的问题弄清了吗？可千万不要因为咱们有钱，就变相助长了非法器官的买卖呀！爸，您放心吧，沈院长跟我说，是位刚去世的年轻患者，他生前已经签署过自愿捐赠书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哥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关于念念的。念念？什么念念？就是我哥前女友沈清溪，她生的女儿很有可能就是我哥。诗宁，爸，没事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。
师娘，现在爸的手术最重要，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沈清溪的消息。可是哥，可是什么可是？你要是太闲，也不要在这里干扰爸的手术。你给我出去！哥，你不看会后悔的。后悔？他沈清溪当年干的那事，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但是我说了，这是关于沈清溪。行了。石旭，你妹妹那么着急，你就看看。哥，这是我拔了念念的头发做的亲子鉴定，我还查到，沈清溪6年前捐下了眼角膜，如今是个瞎子，而且认识他的人都说，他瞎了后被男朋友抛弃，独自生下女儿抚养，没有钱生活，只能去捡垃圾。什么？我一直怀疑秦瑶给你捐献眼角膜的事情。6年前有次我看到他逛街，实在不像个盲人。难道6年前给我捐献眼角膜的人是清溪？如果是沈清溪，那就是沈曼和秦瑶母女俩很可能骗了你。刚才我去取亲子鉴定的时候，听到医院的人说什么沈院长要做心脏手术，不知道是不是和爸有关。他们在哪儿？念念，我的念念在哪儿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别着急，念念，哎，就在那儿呢。等一会儿我就把他送到大山里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究竟是谁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富氏集团，富氏集团，你们知道吗？念念可是富氏集团副总裁的女儿。他要是知道你这样做的话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开我！是吗？可是你的心脏就是要给傅时旭的父亲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他授意的。至于你那个女儿嘛，傅时旭说她是个野种，根本就不打算认她。他觉得她要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那才好呢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。念念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他不会这样的。你在胡说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准备手术。念念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清溪，念念。人呢？副总，护士说5分钟前，秦小姐就和沈院长出手术室了，现在就在院长办公室。清溪和念念在哪儿？石旭，你认识沈清溪？他就是你给我安排的心脏供体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是什么车祸患者。对，不是。你把他们弄哪里去了？不好了，院长！傅时旭带人过来了。什么？快把他们带走！那个沈小姐自愿签署了器官捐赠的协议，拿着钱就跑。我也在找她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沈清溪骗钱？不错。那当年给我捐眼角膜的人到底是谁？不是秦瑶是不是？他根本就没有。当然是瑶瑶，这里有全部的医疗证明。这医疗证明是真的。给我捐眼角膜的到底是谁？你最好是没有骗我。如果被我发现真相不是这样，我一定会让你秦沈两家付出代价。妈，一定不能让傅时旭知道沈清溪的存在。你找的那些人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放心，他们都是专业的。沈院长，人跑了！什么？人跑了？
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快接电话！动用一切关系，加派人手，务必找到清溪和念念。是。哥不好了，爸不见了。爸不见了？刚才爸让我去买八宝粥，回来之后病床上就没人了，留了张纸条。不要找我，我去办重要的事情。爸，我在搞什么名堂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叔叔，我想上厕所。不行，不叫上去。我还小，我要让妈妈陪我一起去。一个瞎子，让他去吧。念念，妈妈说，女孩子上厕所，男孩子不能进去。不行，万一你俩跑了怎么办？走吧走吧。妈妈，跟我走。妈妈，快点！他们快下来了。哎呦！念念，我是撞到谁了吗？妈妈，你撞到了一个老爷爷。老爷爷，撞到您了，老人家，没事吧？你叫念念。哥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关于念念的。老爷爷，你认识我啊？不，我的孙女也叫念念，可是吧，我儿子不要我了，他把我赶出来呀。那老爷爷，你好可怜啊！妈妈，我们带老爷爷回家吧。也罢，估计也是个可怜人。人呢？不是上厕所了吗？走，快回家。走。能教出这么善良的女儿，这姑娘人品一定不差。时序那边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爷爷，我们坐公交车回家。好啊，那爷爷跟你坐公交车去扶着妈妈啊！慢点啊，念念。爷爷，这就是我和妈妈的家。念念，妈妈先去做饭，你招呼爷爷坐会儿好不好？乖。他们竟然住在这种简陋破旧的地方，真是苦了他们娘俩了。爷爷，我们家没有沙发，我给你搬个我的凳子坐。谢谢念念啊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药，口袋，快把药给我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啊？药。老人家，感觉怎么样啊？没事了，吃了药就没事了，你们别担心了。爷爷，您没事那就好。爷爷，我还是第一次有爷爷，希望爷爷好好的。念念真乖，清溪啊，我和念念这孩子有缘分，不如我认她当个干孙女吧。好啊，念念有爷爷的陪伴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爷爷，哎，我的乖孙女儿。念念，爷爷，我们吃饭吧。爷爷给。谢谢。你的。李信，我再给你最后3天时间，给我交房租，要不然我就把你和你女儿扔出去，听见没有？念念，你在家陪着爷爷好好玩，妈妈去捡垃圾，好不好？妈妈，我陪着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爷爷身体不好，需要有人照顾，妈妈一个人可以的，乖。清溪真是个好姑娘，我一定早日把她接回傅家。爷爷，
垃圾城有一个大坏蛋，我害怕妈妈被那个大坏蛋欺负。只要有钱呐，念念妈妈就不用去捡垃圾了。爷爷有钱，走，跟爷爷回家去拿钱。爷爷，你家到了吗？快了，前面就到了。这里的房子都好漂亮啊！爷爷，你家人为什么要把你赶出来啊？念念乖，等爷爷一下。有念念和清溪的消息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是念念，停车！念念，念念，是我太累，看花眼了吗？哼，坏爸爸，我才不要理他呢。念念，为什么不理爸爸呀？妈妈生了很重很重的病，需要好多好多的钱。爸爸有钱，但爸爸不认我，还骂妈妈是坏女人。可是爷爷，我妈妈是最好的，是不是？是，你妈妈是最好的，可你爸爸也很焦急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误会啊？我不知道。爷爷，你家就住在附近吗？对，前面就到了。这样，咱们赶紧回家去取钱，取了钱去找妈妈。走。妈，我现在在去傅家的路上，我一定得阻止傅氏找到那对母女啊！臭丫头，居然在这儿！钱你自己送上门，看我不撞死念念，你没事吧？让爷爷看看。是你和我爸爸订婚的坏女人，还要挖我妈妈的心脏！臭丫头，再胡说八道一个试试呢？你是秦瑶？你认识我？这几年我都在国外休养，没想到秦家千金竟然这么恶毒，这种人绝对不能做我的孙媳妇。就是你，要挖庆熙的心脏，还打念念。小孩子胡说八道，你也相信啊？刚才你故意开车撞人。我没有啊。哦，那是你们两个臭乞丐看我的车柜，故意来碰瓷的吧？我和爷爷才没有来碰瓷，我和爷爷是来爷爷家拿钱的。哼，这里可是富人区，你是个小穷鬼，你爷爷就是个老穷鬼，还来这儿拿钱。你们是过来偷东西的吧？我和爷爷才没有偷东西。你们碰瓷还来这里偷东西，我现在就报警把你们抓起来。你出现在这条路上，你是不是去傅家的别墅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条路只通往傅家的别墅。好你个老东西，合着你是想去傅家偷东西啊？偷东西？那是我家。你家？你个臭不要脸的，碰瓷我不成，现在还想去碰傅家的瓷啊？秦小姐，你好歹也是个千金小姐，说话怎么这么恶毒刻薄？我是不会认你这个儿媳妇的。我需要你认可。爷爷，老东西，真当自己是傅老爷呀？坏女人，不许欺负我爷爷！说，你妈藏哪儿了？我才不会告诉你我妈妈在哪儿呢！我不会让你挖我妈妈的心脏的。小贱种，还想咬我？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也下得了手啊！本小姐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个臭要饭的管。喂，你是不是心脏病犯了？我给你拿药。拿来，小贱种，还想装病碰瓷啊？行啊，
那我今天就看看你这个老东西会不会死在这儿。好了，本小姐玩够了。小贱人，赶紧给你妈打电话，不然今天别想救你爷爷。今天真幸运，捡了不少瓶子。如果念念在的话，肯定很开心。臭瞎子，你还敢来是吧？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给我！还给我！我好不容易捡到，你还给我！还给我！给老子滚远点！呸！傅时旭辜负我，也不认念念。我要是死了，念念该怎么办啊？是吗？可是你的心脏就是要给傅时旭的父亲啊。他们要我的心脏，是给傅时旭的父亲。我去找院长，用我的心脏给念念和爷爷换一笔安身立命的钱。清溪，停车！清溪，是傅时旭。至于你那个女儿，傅时旭说她是野种，根本不打算认的，还觉得她要是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那才好呢。傅时旭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都怪我眼盲心瞎，看错了人。清溪，6年前给我捐眼角膜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清溪，告诉我，6年前是不是你给我捐的眼角膜？傅时旭，我现在听着你的声音，我就觉得恶心，你滚开！清溪，副总，副总，老副总刚才来电话了，叫了一声救命就挂了。怕是出大事了，能定位到具体位置吗？我刚定位过了，就在傅家附近。算了，先去找我爸。我再问一遍，你妈藏到哪儿了？妈要还给我吧，妈要还给我，要不然爷爷会死的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求求我呀？那你跪下来磕头求我怎么样？念念，不要！念念不要！求求你，救救我爷爷！可以把药给我了吗？他个老不死，死就死了，救什么救啊？你个骗子！你个骗子！还我药！死丫头，赶紧把你妈给我叫来，不然……今天你跟你爷爷一个也活不成。贱人，敢动我女儿！贱人，敢动我女儿！时旭哥哥，没事吧，念念？妈爸，救爷爷！时旭哥哥，都是这个老乞丐，他想拐骗念念，我是为了保护念念我才……爷爷才没有拐骗我，明明是你撞我爷爷，还把爷爷的药踢飞了。你个死！念念，你怎么能冤枉阿姨？时旭哥哥，你怎么能打我？打120，送我爸去医院。
喂，这里有人受伤了。你叫他什么？念念，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念念，爷爷，你们去哪儿了？念念，谁在哪儿？哼，他们是被傅时旭抓走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当然是他要你女儿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。你能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救救念念，求求你了，好吗？帮你可以，但你先要帮我完成一件事情。爸爸，爷爷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念念别怕，爷爷不会有事的，会好起来的。时旭哥哥，念念乖，在这等着爷爷出来，爸爸去处理一些事情。别哭了啊！时旭哥哥，你干什么？好痛！放开我！你这个贱人，敢伤害我爸爸和念念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哥哥，我没有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沈清溪设的局呢？傅时旭，这个时间，爷爷应该把念念带回去了吧？念念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不想认她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认她。傅时旭，瑶瑶误伤你爸，确实有错。可你想想，你爸为什么带着念念恰好出现在那个地方？这一切根本就是沈清溪处心积虑的安排，他想利用孩子逼你就范。爷爷，你醒了吗？念念，咱们这是在哪儿呢？是爸爸来了，爸爸救了爷爷和念念，爸爸现在去惩罚那个坏阿姨了。念念，你去找爸爸，就说是我说的，让他去找妈妈，保护妈妈，快去。就算是真的，那这视频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是沈小姐主动联系我的，而且还问我要了一笔钱。什么？爸爸，爷爷让你去找妈妈，保护妈妈。找她，保护她？我为什么要保护一个拜金的女骗子？爸爸，你说什么？你妈妈把你和你爷爷都卖了，时旭哥哥才不会上当呢。坏爸爸，你又相信坏阿姨，我不要你了，我要自己去保护妈妈。念念，念念，时旭哥，妈，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傅时旭和沈清溪之间的误会，这辈子都解不开。这些钱足够你女儿用，你拿了钱，就要按我说的去做。你干什么你？沈清溪，为了钱，竟然连我爸和念念都利用。沈清溪，你为了钱，竟然连我爸和念念都利用。我说了，那是我的钱，你还给我！我的钱，我的钱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傅时旭，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狠心？
是喜欢钱吗？我可以给你，我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但前提你必须在我身边待着，至少1年。什么？坏爸爸，不许欺负我妈妈！念念，妈妈没事。念念，爸爸没有欺负你妈妈，爸爸是听爷爷的话，来接你妈妈回傅家的。真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，妈妈？傅时旭让我跟他回去，估计也是为了羞辱我。我死之前，必须要让傅时旭认回念念。念念，你爸爸说的是真的。妈妈，那你就跟我和爸爸回傅家吧，这样你的眼睛就能治好了，这样我也可以跟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了。好啊，我们回傅家。那个沈念念还真是你哥的女儿。我亲自去做的亲子鉴定，还能有假？妈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孙子孙女吗？现在有个现成的大孙女，你怎么还不高兴了？光是孙女儿，我当然高兴了。可是你哥还要把那个沈清溪带回来，听说眼睛都瞎了。大少爷，您回来啦。妈妈，这就是爸爸家，是不是很大很漂亮？哥，你带念念和清溪姐回来了。念念以后就是傅家的大小姐，所有人都给我记着。念念大小姐好。念念，我是姑姑，那边那个是奶奶。姑姑好，奶奶好。哎，念念，我的乖孙女儿，来和奶奶一起坐。太好了，念念终于回到傅家。那清溪姐，沈清溪以后就是傅家的佣人。王妈，带她去换佣人服。我不要妈妈当佣人，我不要妈妈干活。念念，念念，是你妈妈自己愿意的。傅时旭，只要你认念念，你怎么对我，我都能忍受。念念，是妈妈自己愿意的。王妈，带我去换佣人服吧。跟我来吧。妈妈，我帮你一起擦吧。念念，念念，我们该去医院看爷爷了。可是妈妈……没事，念念，你先去医院看爷爷吧。念念，来。念念开心，我做什么都值得。清溪，你眼睛不方便，这个不好擦，我来擦。你去休息吧。没事的，慢点，清溪，你可是大小姐的妈妈，你就安心的坐着休息吧。啊，谢谢。她一个佣人，有什么资格不干活？你们刚才说什么？她是沈念念的妈妈，所以你们是觉得她可以代替我，成为未来傅氏的夫人？君小姐，我们只是看她眼睛不方便，所以照顾了点儿。既然是佣人，就要做好佣人的本分，而我才是未来傅氏的准夫人，都听清楚了吗？这……沈清溪，你觉得呢？我现在是佣人，我觉得秦小姐说的对。知道就好，去，给我倒杯水来。是。秦小姐，请。这么热，你存心想烫死我吗？我没有。去，
再给我倒一杯。是。秦小姐，这一杯又这么凉，哼，我看你是存心想……你干什么？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念念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爷爷呢？爷爷在睡觉，我就先回来了。死丫头，你找死是不是？你们把这个坏阿姨给我赶出去！你们疯了！为什么听一个臭小孩的？秦小姐，您是未来的夫人不假，但是念念小姐现在就是傅家的大小姐，我们当然要听她的。沈念念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当上了傅家大小姐你就赢了？我告诉你，等我给时旭哥哥生了儿子，看傅家还有没有你的位置。我可是你未来的继母，你最好给我放尊重点，不然等我的儿子出生了，我就把你赶出傅家。秦小姐，你不能这样对念念。我偏要，反正只有我的孩子才会是傅家唯一的继承人。我傅时旭，此生只会有念念一个孩子。时旭哥哥，你什么意思？念念是我唯一的孩子，她不仅是傅家大小姐，还是我傅氏唯一的继承人。你疯了吧你！傅时旭，原来你可以对念念这么好。不过身为佣人，确实要干活。我的房间打扫了吗？还没。走，去给我打扫房间。你还没嫁给我爸爸，没资格进他房间。我现在开始打扫卫生。沈清溪，上次的事情你还没有回答我。上次什么事啊？6年前给我捐眼角膜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我先去打扫。我先去打扫一下房间。沈清溪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打扫卫生。你手上怎么有血？你身体不舒服？可能是流鼻血了吧？鼻血？啊，最近有些上火。我先去洗把脸。给我查一下沈清溪这6年来的详细状况，还有他的身体状况。给我查一下沈清溪这6年来的详细状况，还有他的身体状况。时旭哥哥要是知道沈清溪得了脑癌，肯定会对他心软。脑癌越来越严重，绝不能让念念发现我咳血。谁在哪儿？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的东西，别动！沈清溪啊，我妈妈说癌症会遗传。你猜，如果傅时旭知道他女儿有一个得了癌症的妈妈，还会不会让他继承傅氏啊？傅时旭对念念很好的，你不要胡说。可是傅时旭是傅氏总裁，他需要的继承人一定得是健康并且完美的，就像当初他因为你瞎了的眼睛就把你抛弃了一样。分手？你一个孤儿，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更何况你现在眼睛瞎了，我和你在一起真是给傅家蒙羞。沈清溪，如果你还继续想让沈念念当傅氏的继承人，你最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她有一个病入膏肓的母亲。
他说的没错，为了念念，我绝对不能让傅家知道我得了脑癌。手链我已经放到沈清溪的房间了。沈清溪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你滚出傅家。爸爸，能让妈妈一起上来吃饭吗？可以。不行，哪有佣人跟主人一起吃饭的道理？阿姨，谢谢你邀请我来吃饭，还有送的那个手链呀，我也……哎，我手链呢？你刚来的时候还在手上，怎么突然就没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应该是我刚刚洗手的时候随手摘下了，就放在洗手间里，我现在就去拿。我的手链被偷了！什么？我刚四处找都找不到，绝对是被人偷了。这是你送我的礼物，我一直很珍惜的。对呀，这还是我送给你和时旭的订婚礼物呢。是你不小心摘掉弄丢了吧？我们傅家谁会偷你的东西？平时可能不会有人偷，但现在家里不是来了生人吗？你是在说我吗？我可没有在说你啊。你是傅家的大小姐，当然不会做这种事了。但是有些人出身低贱，穷能生道，说不定就有些小偷小摸的习惯呢。你不许说我妈妈！我没说你妈妈，别对号入座。够了，查监控。你们看，就是沈清溪偷的手链，只有他进入过洗手间。你们看，就是沈清溪偷的，只有他进了洗手间。贱人，你敢偷我的手链？我没有，我说了我没有偷。监控显示，有好几个佣人都进过洗手间，但他是最先进去的。那也不能说是我妈妈偷的。那行，以示公平，我们待会儿就去把几个女佣和沈清溪的房间全部搜查一遍。沈清溪，你死定了！都搜查过了吧？现在所有佣人房都看过了，只有沈清溪的房间还没看。我房间也没有。有没有也得我们搜了才知道。沈清溪，我马上就能抓你个现行，到时候就得给我滚出傅家！哼！你不能进，我房间没有，我没有偷。既然没有偷，为什么不能进？难道你是心虚了？我没有心虚，我说了我没有偷，因为因为癌症的药在房间里，不能被发现。因为我房间太乱了。沈清溪，你找个理由也找个好点的吧。时旭哥哥，这条手链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只要他找到了，我可以当做今天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瑶瑶，进去搜。我傅家绝不允许这种偷鸡摸狗的存在。不行，不能进去。沈清溪，你真的偷了手链？我没有。妈妈，念念相信你，你才不会偷这个华阿姨的手链呢。沈清溪，这条手链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时旭哥哥，你不能因为偏心他们母女就欺负我吧？念念，把你妈妈拉开。我才不要呢！我妈妈说不能搜，就是不能搜。念念，念念，妈妈，念念，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没事。
看，就是沈清溪偷了我的手链。妈妈，那个药是你的吗？药？在哪儿有药？石旭哥哥，他偷了我的东西，你快点把他赶出去。沈清溪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没怎么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沈清溪，我妈妈说，癌症是会遗传的。如果傅时旭知道，还会不会让他继承傅氏啊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我没拿什么。那你为什么害怕我看到？肯定是他偷了什么东西，所以才害怕让你看到呢。我妈妈才不会偷东西呢。你就是啊，他偷一张纸做什么？正常人当然不会偷一张废纸了，但沈清溪可是个瞎子，说不定就以为那是支票呢。对，我觉得支票能花很多的钱。他果然没变，满脑子都是钱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求你们原谅我。妈妈，你手里拿的什么药？药？没什么药啊。你干什么？你还给我！妈妈，你不是好了吗？为什么要吃药啊？念念，你告诉爸爸，这个到底是什么药？爸爸妈妈，念念，爸爸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我自己查。那不会是治疗脑癌的药吧？石旭哥哥，你查这个药干什么？现在要紧的是沈清溪偷盗的事。查到了。石旭哥哥，这个药它只是……沈清溪，你为什么要吃止痛药？止痛药啊，不是抗……石旭哥哥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就只是我们女生生理期的时候吃的止痛药。对，是因为我前2天生理期，肚子不舒服，所以买了一些止痛药。医生，抗癌药太贵了，你给我开止痛药吧。药最便宜的。是这样吗？是的。石旭哥哥，现在他偷我的手链，证据确凿，他还妄图觊觎傅家的支票和钱，你赶紧叫人把他抓起来啊！喂，副总，老副总醒了，说要立刻见念念小姐和她妈妈。爸醒了，他说要见念念，还有沈七夕。什么？傅叔叔他为什么要见一个小偷啊？这是我爸的要求。你，石旭哥哥，我，你看不见，我带你过去。不用了，这个医院我很熟，我先去趟洗手间，你带念念先去看爷爷吧。我们先走吧。爷爷，念念，爸爸有没有听话去照顾妈妈？爸爸把妈妈带回家了，还说我是千金大小姐。这还差不多。可是爸爸让妈妈当佣人。你怎么能让清溪当佣人？爸，念念是我女儿，可沈西西她不是我妻子。她不是你的妻子，你可以把她变成你的妻子，立刻马上向她求婚，给念念一个完整的家庭。她不是你的妻子，你可以把她变成你的妻子，立刻马上向她求婚，给我们念念
一个完整的家。老不死的，我才是石旭哥哥的未婚妻，你竟然让他去向一个瞎子求婚！哼！妈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刚才傅叔叔他说，让石旭哥哥去给沈清溪求婚。你放心，沈清溪呀，活不了多久，她根本就没有机会嫁给傅时旭。哼！这2天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。沈清溪，你马上就要死了，不如用你的心脏换傅云里一条命。沈院长，哼，是我。怎么救？当然是用你的心脏去救。傅云里对你的女儿不错，再加上救命之恩，之后傅时旭再结婚生子，你女儿也有爷爷撑腰，在傅家也不会被欺负。你非要逼死我吗？因为你挡了我女儿的路啊！你身为一个母亲，我相信你能理解一个母亲为了女儿不顾一切的心情。你对你女儿还真是好啊，处处为她考虑。确实，你是一个好母亲，但是不是一个好医生。就算是没有我的心脏，以傅家的财力和物力，傅老爷子绝对不会有事的。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只不过就是想让我死罢了。你站住！你放开我！宝贝，妈妈会一直非常爱你。瑶瑶刚出生时也有这么一个胎记，长大后消失了。沈清溪怎么也有？沈清溪，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？我是孤儿，无父无母。孤儿？我在想什么呢？瑶瑶一直在我身边，不会有假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沈清溪，你说的没错，就算没有你，傅家也能找到合适的心脏。但你信不信？我有办法让傅云里活不到那个时候。你怎么能如此恶毒？我说了，为了我女儿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一个将死之人，卖傅家一个救命之恩，这笔买卖很划算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我需要3天的时间，和念念道个别。好。爸爸，妈妈呢？你妈妈眼睛不太好，走得比较慢，咱们再去找找。念念，妈妈，念念，沈清溪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说什么？为了给念念一个完整的家，我正式向你求婚。太好了，爸爸妈妈结婚，我要当花童。求婚？傅时旭为什么突然向我求婚？他是想换个方式折磨我吗？念念，当花童很辛苦的，而且爸爸和妈妈也不会结婚。沈清溪，你这是拒绝我吗？我没有拒绝你的权利吗？你以为我真想娶你啊？你以前……我不过是为了给念念一个完整的家。时旭哥哥，你已经答应跟我订婚了，怎么能再娶沈清溪？而且我也可以做念念的妈妈。你不是念念的妈妈。我已经说了要娶沈清溪。至于你，我会对你有足够的补偿。
我不要什么补偿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我只是想做你的妻子。傅太太只能是沈清溪。他一个瞎子怎么能配得上这傅太太？希望你对我未婚妻尊敬一点。至于够不够格，我说了算，跟你没关系。贱人，都怪你！你还敢往石旭哥哥怀里钻？瑶瑶，住手！妈，他们都要结婚了！瑶瑶，强扭的瓜不甜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妈，石旭，如果你选择的是清溪，那我希望你能够补偿瑶瑶。放心，我不会辜负秦小姐的。不走，走。沈小姐，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沈清溪，我爸让我们尽快结婚。你一会儿是为了给念念一个幸福的家，一会儿又是你爸的希望。傅时旭，你娶我准备了多少彩礼啊？原来你刚才拒绝我是为了要彩礼。沈清溪，你还真是拜金啊！你以为你现在值什么价？现在是你非要娶我，那我就值。傅时旭，既然你想娶我，那就拿出我满意的彩礼来娶。念念，我们走。妈妈小心。安排一下，帮我准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。啊，副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付彩礼。爷爷，爷爷，我把妈妈带过来了。傅叔叔，您的身体好些了吗？我这都老毛病了，没事儿。念念，爸爸听话了吗？爸爸今天向妈妈求婚了。太好了，你答应他了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傅叔叔，您是不是只有心脏移植了，身体才能完全好啊？哎，我这个病啊，也是老大难了。傅叔叔，我想等您身体完全好了，再结婚。那可不行，我这个心脏啊，它得等心脏源，得看运气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。哎，你要因为我耽误你们的婚事可不行啊。其实我……清溪，我明白，你放心，只要有叔叔在，你和念念在傅家不会再受委屈的。傅叔叔，谢谢你，但我恐怕要辜负你的好意了。只希望以后你能代替我守护念念幸福平安。爷爷，爸爸妈妈结婚了，我是不是可以永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？对呀。这个婚事我不同意。一个瞎子怎么可以做傅太太？哼！这个婚事我不同意。啊！一个瞎子怎么可以做傅太太？沈清溪，你觉得就凭你配得上傅太太这个身份吗？清溪和石旭的婚事是我支持的。清溪呀，虽然眼睛不方便，但心地善良，又是念念的妈妈。念念必须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奶奶，你肯认我，为什么不肯认妈妈呢？念念，
你是我的孙女儿，我当然会认你。但是你妈妈以前……妈，以前的事就别再提了。我已经公开发布声明，和秦家取消婚约，并且即将娶沈清溪为妻。你简直是被这个瞎子给迷糊了头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居然还对他念念不忘！妈，我们已经有孩子了，我该负责。石旭哥哥，你会对他负责，那我呢？我说过了，我会对你负责。你想要钱或者资源，我都可以给。我不要钱，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。沈清溪，你就把石旭哥哥让给我吧，好不好？算我求你了，你就把石旭哥哥让给我吧。秦瑶，和你解除婚约的人是我，你别骚扰他。他到底有什么好？你要这么护着他？我妈妈最好了。清溪心地善良，配得上我儿子。好，沈清溪，你不是心地善良吗？那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傅叔叔现在病重，只有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才能够活命。我妈妈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心脏供体，所以呢？我妈妈可以给傅叔叔做手术，但前提是你不能跟石旭哥哥结婚。我已经答应3天后就捐出心脏。沈院长，你就这么护女心切，生怕你女儿受一丁点委屈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可以。秦瑶，上次就因为心脏供体，你们母女骗了我，现在又来这么一出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这次是真的。如果你不信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心脏供体的捐献者。石旭哥哥，那个人叫赵甲，肝癌晚期，身体机能已经衰竭，撑不过3天了。把他资料给我看看。赵甲的资料在这里，里面还有他生前签署的捐赠协议。沈院长，只有你能救我爸，除了婚事，其他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石旭啊，你知道，我们秦家对瑶瑶一向宠爱，可是她却对你情有独钟。我呢，只希望她幸福。我替傅石旭答应你们，只要你们肯救傅爷爷，我答应不和傅石旭结婚，成全他和秦小姐。沈清溪，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？我说了，我要娶的人是你。娶我？你有没有问过我，愿不愿意嫁给你啊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。这6年以来，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了你。现在，我只想把念念还给你，听明白了吗？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，难道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我说了，我不想嫁给你，我不愿意嫁给你，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了，行吗？好得很，我不嫌弃你，不计较你6年前做的事，你就真觉得我非你不可吗？我答应你们的条件。太好了。哥，你真的要娶秦瑶吗？
权宜之计，先让沈院长给爸安排手术，确保爸的健康。那清溪姐和念念怎么办？先安排他和念念一起离开，等爸手术结束之后，我再去找他们。可这样一来，就彻底的得罪秦家了。是他们先拿爸威胁我的。况且，捐眼角膜和沈清溪失明的事情，我都怀疑跟他们有关，已经在暗中调查了。你先去帮爸收拾几件住院的衣物，咱们去医院。妈妈，司机来接我们了，我们去海边玩喽。沈清溪，你不愿意嫁给我，我尊重你。念念一直想去海边玩，我在海上安排好了，你陪她去好好玩一段时间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妈妈，你出去玩不带行李吗？念念，乖，这里的衣服太旧太破了，以后爸爸会给你买很多新衣服。那我要让爸爸也给你买很多很多的衣服。妈妈爱你，妈妈希望你永远幸福下去。记住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不能哭鼻子，知道了吗？妈妈放心吧，念念一定会坚强懂事，保护妈妈的。真乖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去度假。接到沈清溪和念念了吗？我们已经到机场了，正在候机。好，务必将他们安全送到海市。哥，爸马上手术了，妈妈让你赶紧过去。走吧。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感觉有点不安。是担心爸爸的手术？可能是吧。走，再去看看吧。爸，都准备好了吗？供体患者已经推进手术室了，医疗团队也准备就绪，要准备开始手术了。好。病人家属不能进手术室，在外等候即可。等一下，以防万一，我想再确认一下患者的身份。石旭哥哥，你之前不是确认过了吗？我还想再确认一下患者的身份。沈院长，请带我进去。这不符合规定。沈院长，这是我合理的要求。那好吧，你跟我进来。石旭，你确认好了吗？准备手术吧。还好你早有准备。这里是1万块钱，算是借用你儿子遗体的费用。把沈清溪推出来。妈，还是快些开始手术吧，免得夜长梦多嘛。
希望手术一切顺利，可以让我早些去找清溪和念念。喂，爸爸妈妈她不见了，我找不到妈妈了。爸爸，念念，妈妈怎么会不见了？不是登机了吗？妈妈说要去一下洗手间，我和司机叔叔等了很久，都没有等到妈妈，然后妈妈就不见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沈清溪，沈清溪！难道那是清溪？爸爸，你看到妈妈了？秦瑶，让点妈立刻停止手术。妈，不好了！石旭哥哥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叫你停止手术，他估计已经发现了。赶紧开始手术，等移植成功，救了他父亲，他还能怎么样？好。师娘，你让沈曼赶紧去停止手术。哥，手术已经开始了。宝贝，妈妈会一直非常爱你的。妈，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开始手术啊！我又犯傻了，只是一个相似的胎记罢了。马上开始。怎么断电了？肯定是石旭哥哥知道手术室里的人是沈清溪了，故意叫人把电断了的。这个傅石旭竟然想到断电这一招，这没有电，手术器械无法运行，就没有办法手术。不行，妈必须要手术。瑶瑶，没有电，确实没有办法手术，而且他总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，我这心里也不踏实。我费了那么大劲，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你现在让我停止，这绝不可能！瑶瑶，你走开！妈！沈清溪！清溪！妈妈！念念，傅石旭，闭嘴！秦瑶，你放开清溪！闭嘴！走开！念念，我的念念。念念，你别过来！妈妈，走开！放开我！秦瑶，你发什么疯？我是疯了！傅石旭，你想要他的命，现在就答应和我结婚！不要！我是绝对不会娶你的！好，念念，我就知道，你答应我妈妈救了傅叔叔的命就和我结婚，都是骗我的！你心里还是爱着这个贱人！不要！你不答应我，我就一刀的要了他的命！念念，念念，不要上来！你干什么，念念？不要！沈清溪的一条命不够，再加上这个小野种呢！你要是不跟我结婚，我就带他们两个一起去死！秦瑶，我求你，你放过他们！你竟然为了他下跪求我！爸爸，你为了沈清溪，连尊严都不要了吗？我求求你，你放过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既然你这么在意他们母女，那我现在就带他们去死！不要！不要过来！如果你想让他们活命，就答应和我结婚，
傅时旭，你快答应他，不能让他伤害念念。念念还这么小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秦瑶，这是我买给清溪的戒指，我现在给你。真的吗？来，把手给我，我给你戴上。你到现在还在骗我！不要！我现在就拉着沈清溪一起去死！清溪！念念呢？你没事吧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念念在这儿。妈妈，我阿姨她摔下去了，这里好高，我阿姨会不会死啊？我打120。七七，七七，七七！妈妈，你怎么又吐血了？爸爸，求求你救救我妈妈吧！我妈妈生了很重的病。什么？医生说要80万手术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妈妈就会死。念念，不，妈妈没事。妈妈，七七，七七！妈妈，院长，院长，院长！怎么了？对了，瑶瑶呢？秦小姐她从楼上摔下来，摔成了重伤。医生说秦小姐的双腿保不住了。什么？医生，医生！副总，沈小姐的脑癌拖得太久了，病情恶化。什么？脑癌？如今这情况，就算做手术，成功率不足30%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这个手术由我来做。除非这个手术由我来做。沈院长，你诓骗我爸，伪造清溪的心脏公园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现在又想玩这一套来威胁我？沈清溪一直是我的病人，他脑癌病变的位置也相当凶险，而整个南省医学界都知道，我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。沈院长确实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人。沈小姐这手术风险也非常大，如果由沈院长亲自主刀，成功几率至少可以提升到60%。既然这样，请你给清溪安排手术。你知道我刚才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吗？急救室。瑶瑶双腿已经保不住了，这辈子都要坐轮椅。这是他咎由自取，怪不得别人。好，怪不得别人。那你觉得我会给沈清溪做手术吗？我现在就让副驾包机，去其他地方请专家团过来。沈清溪的情况，别说他根本就等不了这么久，就算你及时请到专家，他现在病重也挪动不了，势必要在我的医院手术。傅时旭，没有我的应允，别说在我医院做手术，就连我的医疗器械，你也别想动半分。你到底有什么条件？发表声明，5日后瑶瑶生日，你们举办婚礼。我不要和阿姨和爸爸结婚，我要爸爸妈妈结婚。那好，那就让你的妈妈去死。等一下，你能确保手术成功吗？当然能。不过，我要你以傅氏集团总裁的身份发布声明，官宣你和瑶瑶的婚期。好，我发布声明，你立刻给沈清溪安排手术。不过，
如果手术出现差错，我就让你们母女付出代价。声明已经发布了。瑶瑶，妈妈终于帮你实现心愿了。现在可以安排手术了吧？别担心，妈妈很快就出来了。琪琪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他半个小时内就会醒过来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傅时旭，妈妈，念念，妈妈怎么了？妈妈，你晕倒了，是爸爸把你弄回来，然后让人帮你治病的。我的病都好了。你已经做了手术，手术很成功。傅时旭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之前非要和我结婚，又从秦瑶手中救我，现在又给我治好了病。他一定是怕大家知道念念有我这样又瞎又病的妈妈。傅总，你有钱有势给我治病，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不过傅总放心，你对我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会非常感激的。你什么意思？傅总人贵势多，你就不必在我这个瞎子面前展现这般优越感了吧？沈清溪，你在说什么？爸，你在哪儿？过来一趟，把念念和清溪也带过来。念念，爷找我们回去，我们走。可是妈妈，他不用。你起来啊！你给我起来！瑶瑶，你不能这么伤害自己。我听说你给沈清溪那个贱人做手术。他病情突然恶化，不做手术必死无疑。知不知道？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根本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他还抢走了时旭哥哥，他死就让他死了，你救他干嘛？瑶瑶，傅时旭会在5天后和你结婚。什么？既然是真的，时旭哥哥真的要娶我了。时旭哥哥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他现在可能在沈清溪的房间。什么？不行，妈，不能让他待在那儿。沈清溪他这个人最会装可怜了，到时候时旭哥哥肯定又会受他蛊惑的。妈，傅时旭对沈清溪确实是好，我这也不能给他绑过来，不是？妈，你还记不记得周杰这个人？周杰，那个口技男。6年前，我们利用他离间了傅时旭和沈清溪，现在我们只需要请他再来表演一次，不就行了？好，我马上联系。沈，是我。傅时旭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刚才念念在，有些话不方便说。什么话？沈清溪，
如果你还有点自尊心的话，赶紧带着念念滚得远远的。你一个瞎子也配得上我？沈清溪，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我们分手吧。什么分手啊？我是不是听错了？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你我的身份，我是傅氏集团的继承人。你一个孤儿，根本就配不上我，更何况你现在眼睛还瞎了，和你在一起啊，真是给我傅家蒙羞。傅时旭，傅时旭，你把话说清楚！傅时旭，傅时旭，傅时旭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什么意思？爸爸，你说过要对妈妈好，所以不能再跟妈妈吵架了哟。放心吧，你妈妈身体还没有恢复好，爸爸是不会跟她吵架的。妈妈，妈妈呢？走，我们去找找。先生，沈小姐是自己离开的病房，你看，在沈小姐离开病房之前，有个男人进入过病房，然后也离开了。这个男人是谁？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吗？不是。李柱，给我查一下这个男人的信息。走，回家吧。我们回家。傅时旭根本就不是真心想娶我，只是碍于傅叔叔的逼迫罢了。等我和念念告别后，就彻底离开。说，副总，我查到那个男人的信息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念念，爸爸这里出了一点事，你先回家。和妈妈有关吗？对，等爸爸找到妈妈，就带她一起见你。好。去吧。念念，念念，念念，妈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和爸爸找了你很久了，走，我们去找爸爸。哎，念念，刚才念念在，有些话不方便说。什么话？沈清溪，如果你还有点自尊心的话，赶紧带着念念滚得远远的。你一个瞎子也配得上我？念念，妈妈要走了，以后你和爸爸好好生活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走啊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妈妈要去治眼睛，等妈妈治好了眼睛，就回来看念念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念念要乖。念念，以后你要好好听爸爸的话，不要惹爸爸生气，也不要找妈妈，乖乖的。午夜上口技，模仿声音。我还查到，他不仅可以模仿男人的声音，甚至连女人的声音都可以模仿，真是惟妙惟肖，根本分不出来真假呀。那他去找清溪干什么？顾总，有没有可能沈小姐她……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盯紧点。顾总，我让人去跟着周杰了。刚才小张打电话跟我说，周杰现在去了沈院长办公室。他认识沈吗？走，去看看。事情办得不错，不过这样还不够，你再去一趟，务必让沈清溪彻彻底底的对傅时旭死心。行，我这就去。
石旭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人呢？什么人？喂，周杰，傅时旭可能发现了，你务必要赶在他之前。念念，念念，你别哭，你爸爸马上要和秦阿姨结婚，你马上就会有一个新妈妈啦。我不要换阿姨做我的妈妈，我要我的妈妈。妈，念念正难过呢，说这个干嘛？还是赶紧让哥哥回来吧。爸爸，我看到妈妈了。念念，在哪儿？妈妈让我不要找她。念念，你还知不知道去你妈妈家的路怎么走？知道。谁在哪儿？当然是我。傅时旭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还在这儿？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滚得远远的吗？怎么，你还想在我身上捞钱？我不稀罕你的钱，你也没必要这样羞辱我。我会马上离开这个地方。那你最好赶紧给我滚出南城。傅时旭，你既然这样厌恶我，当初为什么又拼了命的救我？当时那只是在演戏。演戏？沈清溪，你笑什么？你最好立刻给我滚出南城，不然把你丢到海里去喂鱼。清溪，清溪，你怎么了？清溪，傅时旭，6年前我把眼角膜捐给你，就换来你这么对我是吗？你说什么？眼角膜不是秦瑶捐给我的吗？是我当初为了给你做手术，不仅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甚至不顾自己怀着孕的风险，给你做了眼角膜捐献手术。可是你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手术一结束，你就告诉我，我配不上你，让我滚。6年前，明明是你。我现在生病了，我照顾不好念念，所以才想让念念回到你的身边去。可是你为什么要如此羞辱我，甚至想让我死？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和爸爸刚过来，爸爸没有打你骂你啊。念念，你说什么？念念，你说什么？清溪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刚刚来过，还跟你说过什么话？你刚刚说想把我丢到海里喂鱼，你都忘了吗？那之前在医院，是不是也是我跟你说过什么话，你才离开医院的？是的，你之前在医院也是像这样羞辱我，甚至6年前也是你让我滚，你到现在开始装失忆是吗？清溪，你听着，我之前从来没有侮辱过你，6年前更是没有。我跟他在一起，看中的当然是富家少爷这个身份，可他竟然为了我和家族决裂，现在还把眼睛搞瞎了。李哥，你带我走吧，我1分钟都不想再待在这个鬼地方了。不是我说的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还有那个李哥，我不认识，我知道不是你说的。就像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要离开你，要抛弃你。
可是刚刚你在这儿明明跟我说了那些。周琦，你擅长口技模仿。6年前，就是你分别用我和清溪的声音离间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沈曼跟你说了什么，但如果你不老实，我就让你去吃牢饭。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就凭你蓄意杀害清溪未遂，就够你吃1辈子牢饭了。放过我！我说，是什么？沈院长，他6年前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用你的声音去他房间里说了一番话。6年前是你跟我说的话，用我的声音重复那年你说的话。以前一直没告诉过你，我是傅氏集团继承人。你一个孤儿，根本配不上我。更何况，你现在还成了瞎子。我和你在一起，只会让傅家蒙羞。我当时就是看傅时旭是傅家少爷，才和他在一起的。没想到那个蠢货竟然为了我要跟傅家决裂，现在还瞎了眼。傅家肯定想放弃他。李哥，你快带我走吧。清溪，6年前我们都被骗了。这6年来，我一直觉得你在骗我，我恨透了你。我以为是你抛弃了我，很念你。我也是，清溪，我也恨你当初抛弃了我。可我还是爱着你，是我太傻了，怪我当初没有调查，就让你和念受了这么大委屈。爸爸，我和妈妈不哭。清溪，念念，我发誓，我一定要秦瑶和沈曼母女付出代价。沈院长，我决定提前婚期，明天就和秦瑶结婚。明天会不会仓促了？会吗？时旭哥哥，我同意明天举办婚礼，我一定会是最美的新娘，不会让你丢脸。好啊。周姐，你让我们分离多年，让我妻女受尽苦楚，要想活命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好，我配合，我一定配合。来，干杯！好。秦小姐，她怎么坐在轮椅上？她都残了，还要和傅总结婚。诸位，傅秦两家的婚约是长辈早就约定好的，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有所改变。早就约定好的，我傅云里第一个不答应。亲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同意秦瑶和我儿子的婚事。傅叔叔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结婚？作为父亲，我不希望我儿子娶一个不爱的女人，痛苦一生。再有，你心眼太坏了，做人狠毒，我是不会认你这个儿媳妇的。傅云里，
今天是我们两家大喜的日子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傅夫人，你也是一样的想法吗？我是挺喜欢，只是傅太太总不好是个残疾吧？有我这个医学专家在，瑶瑶的腿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对，我一定会站起来的。而且这一次秦氏嫁女陪嫁1个亿。哇，这么多啊！这么多！哎呦，好多钱啊！就算把整个秦氏当嫁妆，我也不会娶秦瑶。时旭哥哥，今天是我跟你的婚礼，你把他们母女俩带来干什么？他们是我的爱人和女儿，我为什么不能带？那个女人好像是个盲人啊，副总怎么会说是他的爱人？还有那个小姑娘，是副总的女儿。今天这婚礼我可是看不懂，这都啥事儿啊？我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这位女士叫沈清溪，是我倾心相恋的爱人。时旭哥哥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。这是我和清溪的女儿沈念念，她不仅是傅氏大小姐，还是我傅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。副总这么早就定下这个小姑娘是唯一的继承人啊？那也就是说，无论以后副总是不是再结婚，生不生孩子，都没办法再继承傅氏集团了。时旭哥哥，儿子，你这个决定做得好，爸爸支持你。傅时旭，沈清溪是一个瞎子，他有什么资格成为傅太太？清溪之所以眼盲，那是因为6年前他给我捐献了眼角膜。6年前给傅总捐献眼角膜的不是秦小姐吗？时旭，6年前给你捐献眼角膜的不是秦瑶吗？我一直觉得秦瑶给我哥捐献眼角膜这件事情很奇怪，他实在是不像个盲人。不，肯定是他冒认他人之功。我有捐赠眼角膜的记录，就是瑶瑶。你是医院的院长，伪造记录对你来说易如反掌。时旭哥哥，真的是我给你捐献的眼角膜。秦瑶，你是否捐献过眼角膜？一查便知。你要我当众找人给你检验吗？傅时旭，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我的女儿给你捐赠的眼角膜，你无凭无据，只凭揣测就把我女儿的功劳安在别人的头上，你觉得你说得过去吗？沈院长，秦小姐，你们答应给我的钱怎么还没到账？你不是说只要我接着模仿傅时旭和沈小姐的声音去离间他们，就给我100万吗？我们什么时候说过给你100万了？明明是10万，昨天我就已经……沈院长和秦小姐真的让你学傅总和沈小姐的声音，离间他们？千真万确。6年前呢，他们找到我，给了我2万块钱，让我去模仿傅总和沈小姐的声音，拆散了傅总和沈小姐。没想到他们现在又找到我，说要给我100万呢。6年前，沈清溪的录音是你给我的？是啊，不信啊，我现在就可以模仿给你们听啊。我根本不爱傅时旭，我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钱，但这个蠢货竟然为了我和傅家决裂，现在还变成了瞎子，他对我来说已经毫无价值了。天哪，天下竟然还有这种口技！那也就是说，6年前沈院长和秦小姐邀请你过来模仿傅总和沈小姐的声音不说，还冒领了沈小姐的功劳。混账！干出如此狠毒的事！我就一直感觉秦瑶不像个盲人，不要脸，竟然敢冒出清溪姐姐的功劳。我真是看错人了。妈，傅时旭，你别忘了，我们2个人之间还签了一份协议书。光发表声明还不够，万一你以后后悔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还要你签一个承诺书，假如以后你不跟瑶瑶结婚，
你要把傅氏的股票作为赔偿转给瑶瑶。傅时旭，你不娶瑶瑶，就把傅氏的股权全部转出来。时旭，这是你欠的吗？是我欠的。那你还敢说你不娶瑶瑶？有清溪和念念在我身边，我可以放弃任何东西。时旭，6年前，我为了和清溪在一起，我可以放弃傅氏继承人。今天，我同样可以放弃一切。爸爸，我不要当千金大小姐，我要当爸爸妈妈的念念。时旭，只要我们一家3口在一起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真的要放弃傅氏？我是以傅氏总裁跟你签约的这份文件，倘若我早已卸任傅氏总裁，那么这份文件也就无法生效。你说什么？在你用我爸威胁我的时候，我就早已签好了卸任文件，将股份全部转至念念名下。在我爸康复的时候，我就去找他们。傅时旭，你为了他，连整个傅氏都可以不要吗？有清溪和念念在，我此生别无所求。秦瑶，6年前你使用手段害我和清溪彼此误会，分离6年。至于你和你妈之前多次想用违法的手段移植清溪的心脏，我会追究你和沈曼的法律责任。时旭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做！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，我想嫁给你而已。秦瑶，你做了那么多不择手段的事情，这根本就不是爱。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对时旭哥哥的感情？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嫁给时旭哥哥了。瑶瑶，你别做傻事！你别过来！沈清溪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跟时旭哥哥结婚了。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！瑶瑶，瑶瑶，你怎么样？你要坚持住啊，瑶瑶。妈，我要嫁给时旭哥哥。好，妈妈答应你，妈妈答应你。快打120！快呀！120！怎么样？瑶瑶怎么样？沈院长，瑶瑶失血过多，必须马上输血，可医院 B 型血库告急。抽我的！你说什么 ？B 型血？对。瑶瑶怎么可能会是 B 型血？清溪，我能看见了。妈妈，你看看念念，我们的念念好可爱呀。那再看看你老公，帅不帅？帅，老公帅气，念念可爱，我好幸福。我错了，女儿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西西，是我。他把眼角膜捐给你之后，对不起啊，精神就有点不正常。错了，我和秦瑶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调查过了，当年是因为护士的粗心，本来要送秦瑶去福利院的，
却把你给送过去了，而秦瑶则顶替你，成为了秦氏的千金。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看她那么爱秦瑶，我错了，也算是一个好母亲。女儿，对不起啊，只可惜我错了，我没有这个福气。对了，念念呢？妈妈，我替爸爸给你买了花，送给你。谢谢念念，也谢谢老公。来，宝贝，来。千玺，余生有我和念念，你会一直幸福。